大家好，又係我美聯 Ivan 啊！今日要介紹嘅屋苑就係葵芳地鐵站上蓋新葵芳花園，一個實用415尺嘅兩房單位，一齊睇下，好實用㗎！呢個單位又大又好用，一入到嚟就係飯廳啦，睇下飯廳一家人可以喺度食飯，好開心啊！再轉咗過嚟就係客廳咯喎。哇！你見到個客廳其實都好大下，絕對做到客飯分離啊！一家人有啲人喺度坐梳化睇電視，有啲人喺飯廳慢慢嘆，你都咪話唔正啊！睇下出邊嘅景先，客廳出邊個景係夢籃球場，睇下人哋打波都好啊！有時再擰翻轉頭望下個廳啊，哇！真係好大好實用啊！嚟到主人房啦，睇下主人房，景色開揚。住到客房啦，客房都唔細㗎，絕對擺到一張4尺床，同埋擺埋衣櫃，景色哇好舒服哇！藍天碧海啊，真係有種咁嘅 feel 啊！洗手間做咗企缸，房啦。老實講，雖然單位裝修普通，但勝在地理位置優越，同埋銀行股特價㗎。歡迎查詢，可以隨時揾返我美聯 Ivan 啦。拜拜，睇下幾開揚，拜拜。